大家好，我是黄嘉诚，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执行董事。我跟随我的上司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已经有4年的时间。加入了科切拉佛教中心之后，聆听了很多仁波切对多杰雄灯的开示，以及阅读了许多关于多杰雄灯的历史和资料，加深了我对多杰雄灯的认识。所以，当很多人说多杰雄灯是一个邪灵，会伤害达赖尊者的性命，我非常不认同，这是完全不合理的。他们说，如果继续修多杰雄灯的话，就会缩短达赖尊者的寿命，会对他造成伤害，而且还会阻挠尊者的心愿，危害西藏事业。尤其是西藏人们听了就会担心和害怕起来。很多人不想背负这个罪名，所以他们就放弃了多杰雄灯的修持。首先，一个鬼神或邪灵能危害一个人的性命，或让一个人减寿的论调本来就非常荒唐。现在人们竟然说一个叫多杰雄灯的邪灵能危害达赖尊者的性命，甚至能让尊者减寿，这样的说辞更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我们这里所说的达赖尊者是谁？达赖尊者不是泛泛之辈，他是慈悲佛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或许不熟悉藏传佛教的人不太理解，佛怎么能化身成达赖尊者或一位佛教上师？但菩提道次第中有说明，佛不断利乐众生，即使于2500多年前离开人世，但他救度众生的愿并未停止，现在不过是化成上师之身，继续救度众生。因此，每一个藏人或信仰藏传佛教的人都知道，达赖尊者是一位以高僧的形象化现的佛，他应该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坚不可摧的。再者，佛不再受到业力的束缚，因此佛没有被伤害的业。多杰雄灯就算是一个邪灵，也不可能对尊者造成任何身体上或性命上的伤害。另外，一般的佛教徒只要戒律清净，都不会受到任何邪灵的侵害，因为戒律本是最佳的保护。当我们守戒，也就意味着我们断恶，不做恶事，自然就不造作恶业，自然也就不必承受如被邪灵伤害的恶果。更何况达赖尊者一辈子都是一名清净的僧人，他80几年来持守比丘戒、菩萨戒和密乘戒。换句话说，达赖尊者80几年来不仅断一切恶，还行一切善。像是这样的僧人，怎么可能会被邪灵伤害呢？如果人们继续无知地说达赖尊者会被邪灵伤害，那倒是真违反因果之理，成了不信因果之人。除此之外，这样的说辞还告诉人们守戒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好处的，甚至是说戒律是没有力量的，这不就成了谤法吗？因此，大家应该停止说达赖尊者会被多杰雄灯这个邪灵所伤害。我的大宝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曾说，僧人的袈裟本身具备驱邪的力量，并不是袈裟的那块布料具有力量，而是身穿袈裟的那位僧人的戒律赋予袈裟这种力量。因此，我们才说戒律是最好的保护。针对这一点，仁波切曾经跟我们说过一个真实故事。有一位仁波切所认识的西藏僧人，在1950年代跟他的叔叔一起离开西藏的故事。他们2人一起经过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时，遇到一个红色脸孔的灵体的干扰。他们骑马经过一座只能够承受一个人和他的坐骑的重量的木桥。正当他和马儿走到桥中央时，突然感觉马儿沉了下来，背后似乎有另一个人跟他一同骑在马背上。他心想，那肯定是一个灵体。他立即把身上的袈裟往后抛，用袈裟把马背上的灵体包起来，然后朝自己身体的方向往前拉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灵体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马儿也恢复了原本的轻快。结论就是，作为佛，达赖尊者是不可能被所谓的邪灵伤害的。如果我们说多杰雄灯会伤害尊者，那就等于说尊者不是观世音菩萨，也不是一位圆满正悟的佛。如果达赖尊者真的能被邪灵所伤害，那也是违反了皈依之理。皈依的其中一个好处，便是能不受非人的伤害。另外，我们来看看科学和数字。
达赖尊者出生于1935年，今年已经84岁了，却还是很活跃，常年到全世界各地去给灌顶和开示。如果多杰雄登真的是这样邪恶，为什么尊者到现在还是非常健朗，还能到处去给开示，甚至完全没有被邪灵伤害，健康不好的迹象？达赖尊者本身也曾是修多杰雄登的，还修了20几年。若多杰雄登如此邪恶，即使达赖尊者现在已经停止修持它，他也照样能伤害尊者，不是吗？那尊者有被伤害吗？显然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为何要担心多杰雄登去伤害其他人呢？其他修行人也有持戒，也受到保护。那大家究竟在担心害怕什么呢？担心害怕之人，大概是没有持守戒律之人。没有持守戒律之人，你要害怕的不是多杰雄登这个所谓的邪灵，而是要害怕恶业的显现。你应该做的是断恶行善，而不是害怕邪灵。综上所述，这让我相信，人们说多杰雄登会伤害尊者的说法是不正确的，是不如法的，也是非常迷信的，因为他告诉世人，皈依和戒律是无效的。谢谢大家，我祝大家60吉祥，福慧双修。